咱拢知讲，为昨起新历初六买喙암都要用正名。伫咧宜兰，也阁有花莲、台东，煞伫咧初五发生到检唔到喙암的情形，厂商赶紧来回收，搁再定价。该在宜兰地区赶伫咧9点开始卖进前，已经换货过。另外，阁有一寡药局、西药房下晡才开放人买货，互排队的人伫咧选。也阁有一盘药局顶部也未收到喙암，一直到下晡才送到位。外岛共款嘛有真侪人为了买喙암排队排甲热热长。阿姨，你的健保卡你第一个来，我试看看。好，你们先排一下。好。虽网场面有小可乱，电脑佮消毒，排队的人嘛足侪。不过昨早起9点，宜兰的药局是命侪喙암同款顺利开始卖。不过其实伫咧前一暝，宜花东地区有发生喙암送唔到去的意外，普通的喙암送做手术的用的喙암，厂商赶紧甲收回来，请药局赶伫药局关门进前换货。啊，未付换嘛伫咧昨早起送过去，互喙암是命侪准时实行。能买到就买到，需要用的时候。就2个嘛，去了好几家以后，根本没有办法，电脑宕机啊，他电脑宕机，全部都没有，只有这里领牌子。虽然有发生一点的意外，不过宜兰的民众也是买到喙암，花莲甲台东的民众，昨早起因为喙암也未送去，真侪人拢白走一抓，不过到下晡，包括外岛喙암全部拢送到位啊，嘛出现真侪民众排队买喙암的画面。1个小时。排了1个小时啊，现在没领到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回去再那个啊。明天再来。成人的不用排了，剩小朋友的。那个小孩子。对你一个人只能帮一个代理啊。因为排队的人真多，各地药局拢想办法来应付。像讲花莲丰滨乡卫生所所在较压贴，无插健保卡的设备，所以就改换当地病院来斗3工卖喙암。卫生所的服务嘛足好诶，4工会斗3工先去病院领，再搁摕转来本，互年岁较大的民众会当坐伫卫生所内底等，足体贴的。另外，台东嘛有药局摕客一帮出来代替互买牌，替民众甲排队的时间省落来。你们用扑克牌当做那个？对。小朋友们不要等着，可以先把健保卡留着，然后你们今天有空的话再过来领。喙암是命侪实行的头一天，加减有一寡问题，民众嘛希望未来会当愈来愈顺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